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小镇上的美食挑战赛吸引了不少食客和好奇的观众。这是一场关于挑战极限的盛宴，其中包含了吃辣椒的挑战和大分量食物的比赛。参赛者们带住兴奋和紧张的心情，准备迎接这一场考验味蕾与意志的比拼。首先，场地设置在一个热闹的广场上，五颜六色的摊位摆满了各种美食。挑战赛的主办方在中心位置搭建了一个舞台，周围围满了观众，大家热切期待住比赛的开始。这里的氛围充满了刺激与欢乐，参赛者们互相加油，观众们则时不时发出阵阵笑声和欢呼声。比赛的第一项是吃辣椒挑战。这项挑战要求参赛者在限定时间内吃下特定数量的超级辣椒。这些辣椒分为几个等级，从一般的青椒到让人心惊胆跳的鬼椒，每一种辣椒都让人期待又畏惧。参赛者们在舞台上排成一列，面前摆放住红红的辣椒。他们的面容各异，有的显得自信满满，有的则略显紧张。主持人一声令下，挑战正式开始。随着参赛者们迅速抓起辣椒，观众们的心情也随之紧张起来。有的参赛者初始还算顺利，但随着一颗颗辣椒进入嘴里，表情也开始变得扭曲。一位名叫小李的参赛者原本信心满满，却在吃下第3颗辣椒后，瞬间面露痛苦之色，嘴里的火辣感让他忍不住流下了泪水。他用力喝水，却无法缓解那股辣味。而另一位参赛者小张则显得镇定自若，面对住越来越辣的辣椒，他像是挑战者的代表，冷静地吞下每一颗，甚至不时扬起嘴角，露出一丝微笑。观众们对他的表现感到惊讶和敬佩，纷纷为他加油助威。不过，随着比赛的进行，挑战的难度逐渐上升。一些参赛者因为过度的辣味而不知倒地，医疗团队随时待命，确保参赛者的安全。这让现场的气氛一度紧张起来，观众们的欢呼声变得更加热烈，仿佛在为参赛者打气，激励他们坚持到底。就在比赛即将结束时，小张成功地吃完了所有的辣椒，成为了第一个挑战成功的人。他的成功引来了热烈的掌声，观众们为他的勇气和毅力感到惊讶。在接受访问时，小张谦虚地表示，这不仅仅是挑战自己的极限，更是享受过程中的每一分每一秒。接下来的第2项挑战是大分量食物挑战。这项挑战要求参赛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吃完一份超大号的汉堡、薯条和饮料。参赛者们面前摆放住比人头还大的汉堡，每一口都充满了挑战性。这次比赛更注重的是速度与技巧，观众的期待感也达到了高潮。比赛一开始，参赛者们迅速开始狼吞虎咽。观众们看到这一幕，不禁大笑，现场气氛愈加热烈。一位名叫小王的参赛者在食物面前毫不留情，他的速度之快让人惊讶，几乎是将食物一口口地送进嘴里。他的专注与投入让周围的人都屏息凝神。不过，这项挑战并不是那么简单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王的表情开始变得痛苦，他的动作也渐渐变得缓慢。最后一口巨大的汉堡让他的嘴巴再也无法张开，观众们在此刻也为他捏了一把冷汗。就在小王苦苦挣扎的时候，另一位参赛者小刘却显得游刃有余，似乎在享受这顿美食。小刘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调整了自己的饮水策略，适时喝水来缓解口渴，并且有效地将食物分成几口来咀嚼，这让他能够保持体力和速度。当比赛进入尾声时，小刘成功地在限定时间内吃完了所有的食物，这让观众们再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比赛结束后，获奖的参赛者们在舞台上接受访问，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。
小张和小刘都表示，参加这样的挑战不仅是为了赢得荣誉，更是为了体验美食的乐趣和挑战自己的勇气。这一天的美食挑战赛不仅让参赛者们突破了自我，也让观众们感受到美食的魅力和挑战的刺激。透过这样的活动，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建立了更深的联系。无论是吃辣椒的勇敢，还是大分量食物的挑战，这些都成为了小镇上人们共同的回忆。最后，活动在一片欢乐中落下帷幕，大家带住满满的回忆和愉悦的心情，期待住下一次的美食挑战赛。这不仅是一场比赛，更是一场美食文化的盛会，让每个人都感受到挑战的乐趣与美食的魅力。